第二位，讲台语，铁爆丸。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舞队。阮是什么队？哇！奖金有提到高吧？哇！好，第二组的来宾领队。欢迎啊！哈！烈公闪闪，对手危险。对啦，对手拢足危险的哦。注意好，来第三组的来宾，咱新队。欢迎。新会开，钱就来。新会开，钱就来啦！来第四组的来宾，咱的酒队。欢迎。酸呀酸呀酸呀！世界第一等。那对着就是世界第一等啊啦吼！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今日啦，咱四组的迄落啊来宾拢来啊。对啊对啊对吼，啊。就是咱要来参加咱的复赛啦吼。哦，逐队拢足强的咧。是啊。哦，今日气势足好的呢。哇，是拢变变叫呢。对，进来介绍咱第一组的舞队。欢迎。咱的队长是啥人？大家好，我是林木川，介绍我的队员。大家好，我是廖坤坤，大家当叫我阿坤，莫叫我阿喷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阿调，大家叫我阿调，我是一个音乐嘅演员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苗哥，真真正正的苗哥哦。队长吴酸无酸无酸。是顶届的奖金偌济1,700。 17,000。阿坤啊，好佳在，我看到苗哥唔是你，应该是苗哥会功劳真大啦。不低是17,000咯。袂歹呢。啊，咱这届迄落啊偌济哦，咱一集上关是62000哦。 62000哦。加油！加油！先甲今日的奖金，甲摕去咱甲去想咱的100万。 100万对好，好，欢迎你。好，来第二组的队长是啥人？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希胜。是阮的队友啦，嘛是我的队友啦。你的队友啊。嘿嘿，阮以前就是迄落啊，剧团的嘿，剧团的partner 啦。啊，毋过你会通啊调迄落啊，我唔知影你通啊摕到奖金呢。我感觉你台语袂歹呢。哦，我今日嘛血压悬啊。唔小讲咧小讲咧你爱想着阮有6万二呢。6万二你等你应该就是精神一定爱好啦。好，精神然后紧来甲队友介绍者。好，我来队友来第一位亚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琴亚妈。亚妈，我们叫亚妈。来，小棍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棍。小棍。好，第四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柯高伟，大家拢叫我 Gary。好，来顶出来奖金偌济15000块。加高，今日6万二等你咯。好，今日先摕倒转去。加油！好，好，加油！来，换咱这队，来新队。大家好，我是佑新，今日来介绍我的队友，我的好朋友东宪、Jeff 哥、还有雅慧。嗨，是有心，你顶出来奖金偌济？我稳定11000。拢超过1万呢，真厉害。今日这届来，敢若拢无爱心哦。嘿无，因拢大家拢摕到钱，苦苦。是，所以拄我就听着阮讲6万二呢。 6万2哦。我就想要愿咯，制作人吼，紧来去领钱。好，没问题。对，是，所以讲一定要加油。高温，紧来，别走。欢迎你，欢迎你。谢谢。好，来，sau来去就酒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祖弟，大家拢叫我舅子，我是唱歌的。是，好，来队友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拍鼓的信弟。信弟，好来，再三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贝斯的达达。嘿，达达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吉他的优伦。就咱甲见面无偌久。无偌久啊，就是才来呢。有好佚佗无？有。啊，转去了，你有感觉这是什么节目？那拢一直讲台语。无啊，就趣味的。就趣味袂歹。无，对对恁写歌嘛真有帮助。是，啊，咱顶出来奖金偌济24000。 24000哦。点食3碗公半。无唔对，拢讲我袂晓，我袂晓，唔过拢会晓。哦，真奇怪呢，不要紧。 24000嘛吼，咱这届是6万2哦，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今天欢迎咱的台语国文老师，马上欢迎咱罗公行罗老师。
我是罗公成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哦，一定爱接讲到有赚大钱买新厝哦。 100万呐！吼，来，今日去拼咱的6万里甲100万呐！吼，是。好，今日去咱的第一位啊，斗阵抢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 斗阵抢擂台。哎呦，拼哦，哦，真正爱个拼落去。因为奖金袂少哦。拼的进程都爱甲因讲是要安怎算这个游戏啊？哦，对，是。甲4队报告者，这回合吼，每一个人拢会使落来算。啊，一个人吼会使回答2题的机会啦。问题是一题4000，2题就8000啊。哦，4个人就是32000块啦。意思就是讲哦，一个人有8000块啦。嘿啦。是，所以讲若摕到够8000块啊，啊若无就是拢无啊。加油哦！所以讲咱一定要选第一位较牛的人先起来抢分数，再当甲32000块摕倒转去哦。好，来今日讨论者，看啥人要第一位上台。来哦来哦！请上擂台。请。顺利哦。哎呦，庙公头一个，那第一位起来算起来拢是歌手。对啦，因为我看到庙公啊，手头菜啊。是，庙公即摆会较无用吼，因为要过年啊嘛。所以讲咱庙的真侪代志啊，拜拜啊，啥一堆拢爱做。先谢平安，甲食买个掌声，啊就过年啊。俗语你应该真有通吼。 甲因比起来啦，我甲新民较有通。哦，啊，毋过我唔知影新民会来甲你讲的，会甲你直接报答唔好。俗语应该伊要甲我作弊。袂吼，啊，3位对俗语这个物件有了解无？无了解。好，来要开始哦。来，请问这题有几个字？这题有4个字尔。4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 哦，真足看哦！你创啥？伊摕着啥？哦，边仔有啥？哦，啊咧，啊袂哦，啊听我讲，请手答。好，来，手放好哦，请手答。好来，就讲掠古走笔。掠古走笔。哦，你有看到啥哟？顶悬有人掠一只龟，啊下骹走一只笔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，掠古走笔对唔对？正确。 终于得到4000咯！咱讲掠古走笔，就是讲你要找什么物件吼，啊，但是另外一个你要爱物件都走去啦。哦，所以讲你就是有时会小心心啦。哦，你本来有一个物件，啊，你搁去要掠另外一项物件，是原来物件搁无去安尼。哦，安尼讲，迄个定定不一定讲你想要爱物件，全部拢会得到。来，不要紧，3位咱还袂对啊，加油啦！加油哦！好，好来第2题哦，来几个字？8字，来咱请出题。请看影片。哎呦，看真足哦，有啥话有啥话。哎呦，哦，知影的人请手答。哎呦，你搁知影？你搁知影？性低也走，性囝不好。性低也走，有低。有低。性囝。哦。啊边仔有走，哎呦。啊爸母安尼。对。哦，好来，老师，伊的答案是性低也走，性囝不好，对唔对？正确。这是讲哦，咱袂使伤过成囡仔啦，哦啊，清醒嘛袂使伤生啦吼。你啊，性低哦，伊可能拢放伊自由哦，啊，可能甲恁兜个走变调去啦。哦，啊，你若是囡仔伤生吼，伊上尾大汉以后吼，无一定会有效，所以唔通伤生，因为你伤生哦，伊感觉逐项拢是应该，伊就无感觉讲父母对伊好势。啊，敢若对伊来讲真了紧，伊感觉这是应该，安尼伊后摆大汉袂有效。 是好来，先看分数啦吼，先看咱有8000哦。啊，林嘞
哦，即摆爱心一粒。哎，啊那咱新的。嘛是爱心一粒。哦，不要紧，豆豆来还有机会。吼，咱唱咧。嘛是感觉爱心啊，加油哦。哦，得第1位尔，不要紧啊，咱还有3位呢。吼，免惊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好来，第2位，是的。我表讲实在是太厉害啊，所以讲你轻轻啊，又好啊。好，啊，不过咱知影嘛，免客气哦，吼，尽量甲吹落去啦，吼。是。各位，哎，即马咱就看你安尼。啊那咱呢上后讲的就是咱的歌手，嘿啦，是毋是？无咧，我感觉伊嘛进步呢。伊有进步啊，但是顶边讲上最是对，你进步啊，对。好，啊，咱新队的朋友，咱嘛莫客气。当然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第一个，几个字？有6个字。6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哦。哎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话？有哦。边仔是什么？啊，伊是什么？话？3个人通请唱答。哎呦。啊就，观众朋友紧来摇，咦，敢知这是什么意思咧？咱新队的朋友，咱嘛莫客气。当然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第一个，几个字？有6个字。6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一遍哦。好来，哦。哎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话？有哦。边仔是什么？啊，伊是什么？ 3个人通请唱答。哎呦，啊就，奥莱亚鸡捧个。哦，奥莱亚鸡捧个，你倒位看到？因为内底是一个莱亚的，啊外口是一个捧个，边仔嘛拢捧个啦。哦，皮就对啦。啊，伊奥莱亚是。奥莱亚，哎呀，嘿，内底莱亚应该是青青才对，啊水水啊，嘿啊，即摆看白白啊，搁摇摇，还够健康。哦，奥莱亚鸡捧个哦6个字哦。嘿，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健康。烂钱来啊吼，叫做捧过咧卖啦吼，这是讲做生意人无老实啦。哦，伊明明是无好的物件，爱买骗人讲好，啊，定定咱买过只肉，定定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。表面看足水，下骹无好啦，啊，就有这种现象安尼，所以咱讲后来也加捧过。哎，你会遮紧啊？系啊。哇，恁你做是安怎啦？一个字拢无提示，就摇出来呢。对啊，是面包比。哦，拢无互因一个机会啊。不要紧，咱有第2届机会哦，手较紧的哦。好，想一个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，嘛，几个字？有12个字。12个字哦，来请出题。来，请看影片哦。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呀，无共款的世界。系啊系啊。哎呦，啥话？哎呦。哦，来，咱请唱答。有人知影无？有人知影无？不要紧，想者。若无我给恁提示哦。好，来一个字的提示。多一个字咧。人。人啥话咧？12个字哦，不要紧，唔知对无？因为表情拢共款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咱搁一个字哦。搁一字。来，第2字。哦，陪。是什么会人什么陪咧？人有当时嘛会使读人呐。哦，人什么陪哦？哦，你去想，无吼？无。第3字过来哦。搁一字。来，第3个字的提示。哦。什么话？人什么事？什么陪？什么？都唔知影，不要紧，因为12字确实有有困难，我搁提一个啦。来，搁一字提示。哦，世事陪。无，来，我过来哦。来，继续哦，我无你客气的哦。搁加一字。好，来，我加一字提示。无什么咧？有哦。好，来，阿叔。人情世事陪到到，无定搁无走。哦。人情世事陪到到，无定搁无走。好，来，老师伊的答案安尼对唔对？正确。咱人伫社会上吼爱背对人啊，就是讲人若有啥物好歹代志吼，咱有时爱包红包，有时爱包白包啦吼。但是咱爱看家己的力量啦，啊，莫所有的拢要背对甲到，啊，你若背对甲到，搁大出手，啊，上尾你会害着家己，你的生活会愈来愈困难，上尾你厝内面吼连顶灶都无去，安尼表示讲咱唔通背对人，背对了伤过头。是。爱看家己的能力，再来看要安怎做。
好来，咱即马看分数啊！好，好来看阮副队16000块。领队，领队还是170。不要紧，等下就来啊啦！哈，新队嘛是爱心一粒。哎呦，等下就来啊啦！好来，旧队。爱心一粒。哦，这爱心够有2位哦。嘿，3位。咱够有3位。 3个拢爱心。哦，无，我讲咱也是。哦，不要讲2个队友哦，好加免紧张，就他扭起来啦吼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今日来换人。第3位啊。是。阿坤，你拢戆吼，你偌准讲，比如讲遮尔啊辛苦要创啊，伊就是为着你啊。哦。惊你无摕到分数。为我哭咯。嘿，你讲阿祝。 哈，你要拼要创啊，就是为着你啦。所以，先低压造，先跳。伊是后来较假碰过。哎呀，人情世事陪到到。其实这就是咱平常时拢会学到俗语啊，吼。对，啊那咱阿妈，你会紧张哦？这恐怖的呢，这少年这恐怖，你袂感觉吗？不，啊，你要记哦好，是因两个。对，你要记哦，足厉害吼。足厉害啊！啊，你较慢呢？好。 你机会一个，你有老阮哎，对，慢慢啦。素然。好，来啊哦，来哦，来，这第几个字？有10个字。10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看这影片。哎呦，哎，安尼下骹一个，安尼看伊的手哦。10个字，哦，伊个比安尼哦，知影无？知影就来请手答。 好，不要紧，我甲恁提哦。哦，阿姊记咧。好，来第1个字的提示，看，要看啥？头前5个字，啊，第7个字是是看。看，吼，唔知啊吼，我个提哦。来第2个字，嘛是搁互你看，到底是你看啥咧？好，来，搁一个字的提示。哦，这个字是念做铺。哦，什么？什么看？什么铺？啊，什么看？跟什么？知影无？来，我过来一个字哦。来哦。好，搁一个字。哦，母。哦。看什么铺？嘿，看什么母？哦。阿姊。来，咱搁看一解影片，好不好？哎呦。来阿辉。阿辉，你看我噗噗，我看你母母。 哦，你看我噗噗，我看你母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健康。厉害。布就是那个华用灰色的啊，灰色就是无什么明显的色啦。啊，你看我噗噗就是你看我无什么要紧，无什么重要。啊，我看你母，我看你嘛是无啥清楚啦，所以互相看无起的意思啦。所以有的时阵就讲，这2个人，一个看另外一个人噗噗啊，一个迄个看这个。 母就是互相拢看对方无起加油！好，来，咱来看第2题，几个字？有8个字。8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哦，看到菜色还是边啊？边啊，中啊！哎呦！来，咱请抢答。有人要抢啊？有无？这句话绝对足接听到的。有无？无吼，无我提示哦。来，阿姊甲。来，第一个提示。肉。 哦，什么肉？画面内底就是有肉嘛。哦。啊，有啥物咧？看清楚哦。好，来，有看清楚哦。好。搁一字哦。搁一字。来，搁一个提示。食。哦，来，阿妈。食鱼食肉嘛有菜价。菜价。好，来，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但是要差一字。哦，差一字。食鱼食肉。老师伊拄仔已经讲真济啊。敢若差一字。好，来，阿辉。食鱼食肉爱有。 嘛爱菜价，食鱼食肉嘛爱菜价。好，来，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意思对，用字唔对。哦。啊，因为这句吼，足流传足多啦。无唔对。所以上侪人讲的迄种才是对。食鱼食肉安怎？要搁一个字。搁一字。好，来，搁一字。哦。上调的重要拢知影饲落哦。好来，饲。来。食鱼食肉。 嘛着菜价哦，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使。我本来应该是食鱼食肉，也着菜价啦吼。啊，也甲嘛是同款的意思啦。哦，啊，因拄则讲有吼，安尼唔对，因为迄着是必须的意思啦。啊，伊拄则讲爱是会使，不过伊
头前迄支讲唔对啦吼，是所以拢差一输啦。啊，咱这位虽然唔是完全对，但是伊牙甲嘛两种版本拢有人讲啦。是。哦，啊，咱虽然咱个答案是牙，不过讲嘛是算正确的答案，你嘛有人安尼讲着。先来看分数。好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看咯，五队。胡迪破纪录2万咯！哎呦，啊，因队咧。哦，即摆爱心一粒。不要紧，等下就来啊，咱个后一个会合呢。好，啊，新队咧。哦，4000。来哦。哦，啊，旧队咧。嘛是爱心吗？哦，不要紧，等下个都转来啊啦，吼，不要紧，够一位哦。够一位。上重要的迄位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即马第4位啊。系啊。上紧张啊，这题有几个字？啊，这题有7个字。7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看影片。啊，你看啊。哦。哎呦，哎呦，什么话？哎呦，哎呦，哦，知影请抢答。有哦，伊咧创啥？系啊。有哦，不要紧，我提一个哦。来哦。来，第一个字的提示。哦。来，给你一个，安尼最重要的。A 啦。嘿，好来。过来。要个第2个提示哦，第2个提示。袂哦。哦。会教人的狗袂肥。哦。会教人的狗袂肥。哎呦，7个字哦。好来，老师伊讲的答案对唔对？正确。若要讲音应该是讲会教人的狗袂肥啦吼。啊，伊的调无讲就完全正确，不过字拢是对的啦吼，所以使算是正确。啊，这句话是咧讲哦，迄狗哦足够肥的吼，真无一定会教人啦。啊，有的向向拢无肥吼，我来甲你教落安尼吼，迄上恐怖啦。所以咱这句话讲会教人的狗袂肥。好，来第2题还有一个机会哦。好，来几个字？第2题有10个字。10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来请看影片。哦，有哦。有啊。哎呦，这叫啥？哎呦。原来大家拢伫拜拜意思。系啊。好，知影的咱请抢答哦。那无咱先提一个哦。来，你看清楚哦。好，来一个字的提示。哦，妈，什么妈？妈拢会答。对。好，好来，无来第2个提示哦。过来。来第2个提示。哦，人，什么人呢？来，过来第3个啦。过来。来第3字提示。哦。呆。什么人？什么呆？什么马？什么？有无？哦，好来。有心。一人拜一代，公马随人猜。哦，一人拜一代，公马随人猜，啊嘛是10个字呢。嘿，好来，咱问老师哦，老师安尼讲对唔对？还是他几哪字？哦，差几哪字？表示有的是对的哦，有人想到无？有人想到无？哎呦，好酸。一人传一代，公马随人拜。安尼嘛无完全正确。无完整啊。已经给恁机会哦，来2位哦，是要搁看一字无？要搁看字无？来，搁来看一字。来，搁一字。哦。这是猜啦。这里是猜。猜。哦，拄安尼来。哦。一人传一代，公马随人猜。安尼嘛唔是对。哎呦。刚刚有一个音唔对哦。一个两个。伊是几落个字唔对。哎呦，几落个字？顶解顶面的对吧？好来，有轮，今仔你有机会，我搁予你一字哦。好来，搁一字。一人。伊互你上重啊，迄字。一人什么代？啊，公马。有无？有想法无？来。买，无我搁予你一字哦。好来，搁一字。人嘛是真重要的啊。不要紧，讲一个。好来。一人传一代，公马随人拜。这是猜。还是嘛也唔对。来，咱来看这正确的是啥？一人一家呆，公马随人猜，就是迄个家啦。因可能拢受迄个代影响啦，因只把迄个代变做一代一代啦吼。啊，其实这是代志的意思啦。是。然后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代志，啊，你家己去处理你家己的代志。啊，这本来是咧讲兄弟啊吼，本来共一家伙啊嘛。啊，即马分家伙啊吼，啊，就随人啊嘛。啊，你过你的生活，我过我的生活，所以咱即马就是一人一家代。公马随人猜，拜共款的公马，毋过拜法，恁兜有恁兜的拜法，阮兜有阮兜的拜法。啊，咱已经分开啊，哦，所以我无要插恁兜的代志，你嘛摆来管阮兜的代志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免可惜，咱搁后一回哦。好，咱先看一个分数。五队即马有2万。
人去咧，爱心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等下后一回啊，不开啊吼，来新队，哦，8000哦。好来上队，哦，爱心。赶快，咱等下就开啊啦。对。好，进来的第2回合，阮到第1名。Michael。群魔乱舞，哎呦，够精彩！对啊，真正，因到第1名就是阮到第1名。是，这个叫阮到第1名，是安怎第1名咧？哦，因为阮兜全部拢爱落来佚佗，哦，起码拢起来佚佗啊！对。啊，甲4队报告一下吼，咱这回合拢总有6题。6题。啊，咱要比的是什么人选到上济的人，会使活落来，活上久，搁活上济人，就使得到这回合6题了的奖金3万块。唔知啊，不要紧，咱会行下路啊风险对无？咱甲分开。好，安尼了解啊哦，要开始啊哦。哈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北102暗时的时阵哦，会开无同款的色彩的灯光，你感觉拢总有几色咧 ？A 5色 ，B 6色 ，C 7色。好，来，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哎呦，是哦，5、6、7啦，哈。来哦，刚才20秒哦，想一个哦，想一个哦，这应该大家拢知啦吼。我有咧看新闻，应该知啦。好来5、4、3、2、恁2个是无位啊？分散风险。你们对，咱无上来上去啊嘿，不过你捌看过无？102这新闻捌看过，但是无注意啊。哦，无咧甲算哎，没有注意技术，哎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安尼嘛好啦，因为边仔有因的队友啊，对唔对？拢遮厉害，有选，你捌看过？有啊，迄就是轻的色的啊，一缸一色。哦，轻的色就是安尼啦，是吼7色嘛， 7色。来，你拄啊跳舞跳上认真呢。我是参加舞蹈比赛呢。哎呀，这辛苦就一定要。就先舞蹈比赛嘛，是捌看过哦，7色。我是看色嘛。哦，安尼你讲知影，这是拢差不多同款2色呢。哦，差不多差2色。但是我看我的队友拢讲徛讲这边，我就想讲，我相信伊。好，来。即马有5色、6色，无定就是6色的。对啊，那6色的迄个新队就赢呢。对啊，无唔对。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C。主要讲这轻的色啦吼，轻有7种色啦，咱1礼拜都要有7天啦，所以每一天就是我拜对红色的开始，到礼拜日就是茄仔色的。所以都迄个7个色安尼轮，逐个礼拜共1天吼，拢是共1色的。安尼也看迄个色，你知影我今仔拜几啊？好，来上来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台语伫咧讲的查某囝日是倒一天？你敢知 ？A 正月初2 ，B 查某囝16岁生日 ，C 5月第2个礼拜日。好，来，恁有20秒时间，请选择。查某囝日咯。查某囝日咯。来哦。哎呦，想一个哦。是生日，正月初2。嘿，也是讲伊16岁生日。嘿，也是讲伊5月第2个礼拜日。第2个礼拜日咯，来哦，5、4、3、2。假装的。来哟，你知影？知影，阮这较老的哦，较知影讲这查某囝讲标，是对无？嘿，正月初2要转去后头厝啊。哦，转外家。哎呀，所以讲这查某囡仔是这个时间。是无唔对，好来，历史，来，历史。我拄则咧查法律无规定呢，那讲这条。嘿，法律，敢无规定伊应该未啦，你要规定啊，你要规定啊，好，来，你感觉是正月初2？变做初日转后头厝啊，所以想过年初2啊，因为你拢娶某的人拢家己知啦。哦，阿边仔是拢无娶某吗？无嫁娶。敢若无呢？拢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，无定就是16岁生日啦。哎呦，对唔对？是。你感觉是16岁生日？是初2甲16岁生日做风险。是因为无确定是知影是唔知。吼，你知影无？
拍过的，我拄正想讲，对咧庙公都会行，伊咧游，总算找到目标啊！是这种的。嘿，阮即马无要管这 A B C， 阮就是要掠恁对杀人行。原来是你哦。对啊。所以讲，爷妈你嘛是对庙公。无。哦，因为我是嫁出去的查某囝，是嫁出去哦，所以是正月初二。啊，5月第2个礼拜是做老母啊，是母亲节。是。啊，所以删去法就是掠米啦。啊，你算的是16岁生。16岁啊，查某囡仔嘛，有分有嫁甲无。伊认为讲正月初二是嫁出去的，唔是查某囡仔。哦，这摊嘛真大摊呢吼。阮达达较轻松啦，家己人徛这5月第2个礼拜日。啊，我是因是风险较稳贵啦。啊，我是分散风险。哦，有目的的啦。是有目的，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先休困一了。来，正会。咱拄则有人讲正月初二吼，查某囝当外家啦吼，当后头啦吼。啊，伊这就是讲，迄天吼，伊算伊人生内面一个算足受尊重的日子啦。因为伊登去外家吼，伊是免出食的啦。伊做人外家迄边会统互伊传互伊食啦。爱甲伊的翁婿甲伊的囡仔带登去互外家人看吼。啊，感觉迄天就是。咱足尊重迄个日子，所以伊伫迄天就是做查某囝的人，伫迄天受尊重的日子，所以是叫做查某囝日啊。好，来第3题啊！加油哦！即马剩恁这几位尔，6位尔呢？吼，看要安那害人哦，杀人哦。吼，唔好看后壁魔神啊，甲你做条条。对啊，即马无庙公通地啊！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人若讲，这你提起孝歌啊，你敢知影这是叫人吼摕物件去食的意思啦？但是吼，这尔啊粗鲁的讲法，孝歌这2字，你敢知影伊有啥物意义呢 ？A 就是祭拜咱的孤魂野鬼，还是 B 有孝事大，还是 C 个性孤独？3、2、1，停！来，你感觉孝歌是？拜孤魂野鬼。啊，你的意思是个性孤单。对，嘿。无唔对，啊，即马来赢就是你赢，全部拢再会呢。好，咱来看一了正确的答案是。人若讲，这你提起孝歌，啊，佫有啥物意思呢？来，我要出题啊！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人若讲？这你提起孝歌啊，你敢知影这是叫人吼摕物件去食的意思啦？但是吼，这尔啊粗鲁的讲法，孝歌这2字，你敢知影伊佫有啥物意义呢 ？A 就是祭拜咱的孤魂野鬼，还是 B 有孝事大，还是 C 个性孤独？好，来，你有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孝歌，孝歌，卖卡来手来哦，20秒。来哦，你看历史较想呀，落啊。就稳定。哎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！加 M 啦！伊绝对是无把不来徛伊。对啊。来，你感觉孝歌是 A 拜孤魂野鬼。哦。因为提起孝歌这种较粗鲁、较歹听嘛，啊去拜孤魂野鬼嘛是较歹听的话。是。哦，7月半还有一个叫做唱歌啦吼。对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一个高高短短。歌是歌啦，哎呀。我的孝歌。真正。2个重点。各位观众讲说明者。好。伊是问讲，歌有啥物意思？系啊。孝歌歌有啥物意思？唔是讲歌恁想的一个意思尔。是。另外歌有啥物意思？歌有啥物意思？所以讲，重点是第一点是这。徛伫个就是
各有什么意思的重点第一点啊，你的意思是个性孤单。对对对，嘿。哦，无唔对，啊，即马来赢就是你赢，全部拢再会呢。啊，你就得有3万。咱就3万块啊，就变过来，咱就是赢好多乌水啊咧。人家2万尔。用咩用嘛？有啊有照，有啊有照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好来，冷静。即马要来看哦，即马是真正足重要的一个事件。拼这赌啊，拼这赌啊！哦，拼一道。好，来看一了，健凯答案是。啊，囡仔呐，一直烦要食吼，啊，大人有时无耐心才会讲，好啦，要效果巧果啦。哦，啊，那普通些袂用这个，因为足粗鲁，啊，这效果就是一个孝敬孤魂野鬼的意思啦。啊，本来就是7月半，咱咧拜孤魂野鬼的时，就是咧孝敬孤魂野鬼。啊，不过你若讲，家囡仔讲爱孝果去孝果的时，就是表示讲你真无欢喜，家伊当做孤魂野鬼，叫伊去摕物件来食呢，敢若咧唱歌共款啦。哦，啊，这个讲法还有另外有的所在嘛，讲祭歌，因为祭甲孝有共款意思，祭拜孤魂野鬼，还是讲孝敬孤魂野鬼，拢会使安尼讲。哎，所以祭歌孝歌是共款的意思。来，即马真紧张的，就是每一个家庭拢有伫内底。啊，有人。哦，来咱的迄落舞队。2位，举手者。啊，咱的人队1位，袂歹哦。来新队嘛是1位，旧队嘛是1位。哦，好，来即马要来第4题啊哦，吼，看谁会拼输赢拼到上尾啊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丢丢当啊，这条歌吼是咧形容火车驶过草岭崩坑会听到的声音。啊，你敢知影？这个崩坑伫咧什么山尾咧 ？A. 细山山尾 ，B. 海岸山尾 ，C. 玉山的山尾。来，恁有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嘿，丢丢当啊哦。当啊，伊就唱敢卖粒字。啊，卖唱嘿，卖唱。好啊，来。哎呦哎呦，博士你啊！来要变。时间差不多，5、4、3、2、1。啊！哎呦！哎呀，分2排哦。对。来，头前才有光吼，来。来，咱是 A 嘛吼，咱是选。细山山尾，因为我敢若有听过有人会当为大堡遮骑脚踏车骑过一个，就是算草岭的所在，啊过到宜兰。对。所以我想讲，阮朋友都骑过，真厉害。所以应该是 A 细山山尾甲宜兰是上近的。是，因为这条歌应该是敢若你讲宜兰嘛。对啊，伊就是讲火车过崩坑啊。对不？律师，咱的法庭内面敢有这题？无这题，但是我宜兰人拄好。哦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！细汉的时，若坐火车为台北去宜兰，一定会过一个崩坑嘛。啊，过崩坑倒手并袂看到孤山岛。啊，这宜兰人的回忆啊。是。啊，这山就是像咱即马。应该就是那个细山山脉，细山崩坑嘛，一粒，应该是细山。好，来越南 B 哦，海华这嘛是有道理。等下，你拄啊徛这边，你谁来激一个？哇，敢若足缘投佫徛这边，啥意思？来，头前。这是一种有你的特色，是安怎？我这本地是一种障眼法，嘿，啊，但是拄则听因安尼解说，其实我即马。我无确定啊，因为我知影丢丢当啊，这条歌是咧讲宜兰，但是我常常袂记到底是倒一个山是伫宜兰安尼。哦，啊，事实遐边嘛是海啊。是啊，对啊，无定着嘛，真正是海花。对啊，我感觉，你安尼摇就对啊啦，你足够的哦你。你安尼来，我本地就想要徛边啦。哦，因为海花嘛，啊，迄个时阵。依然就伫海花边啊！对啊，为这个方向想啦。是，无唔对。来，就是我足惊你去玉山的哦。你倒位人？我台北人。台北人。对。你袂去玉山？我甲你讲，伊足厉害。伊虽然讲无讲介敖，不过伊听有，伊真敖。你甲看几题啊？哎呦，对嘞。规堆人拢转去后，就敢若伊一个人5题哦。没讲嘛无题哦，伊嘛是哦。是啊。有厉害无？你也厉害。厉害。是啊，你知？海花是啥？啊，我知。啊，我拄则是想讲 A 是较晚。
较晚，较远啊，较远哦。比较远呀。不是，较晚一下，就是比较晚才盖。哦，较晚啦，对，较晚。较起好的意思。对。哦，伊安尼嘛是对呢。问题是阿姊，山无通互你去啊，咱即摆又去山咧。伊讲的是崩坑啊。有人伊讲的是历史呢。哦，伊讲的是山的名嘿，这个有通有这个崩坑，即嘛新的啦。哦，是这意思啊，歹势我甲你讲。你嘛是有道理哦。哦，会无定着你嘛对着恁对伊哦，还是你对啥人？对啥？我都要对应诶。我对应。来，互相对啦。咱个通啊，掠对啥人啊？那刚刚掠高铁啊，恐怖诶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健开答案是。咱对台北吼要去到宜兰吼，迄中间有山啦，所以宜兰开发足晚的，就是因为有山挡了咧。咱即马要做铁路，要做公路吼，若要过吼，你行山是较困难的嘛，所以拢弄崩坑嘛，吼。崩坑顶面就是细山啦，所以迄个崩坑拢会足够滴水的，所以会有这条关系尔咧。咱即马干那毋是干那即个铁路经过细山弄崩坑尔，咱的即个。新的这高速公路啊，嘛是叫做细山崩坑啊，伊嘛是过细山下骹，所以听讲开始咧，我这崩坑的时候，迄个水真济，有足一人死的，所以这个工程是足困难的。这个就是细山伫顶面，要累积2月哦，无遐尼简单。咱这真困难的工程，咱甲完成，所以即马无管是这个铁路还是这个公路、高速公路，若要去到宜兰吼。拢爱对细山下骹经过。好，来看一了，2位哦。2位哦。嘿，咱即马是第4、第5。要出第5题啊。要出第5题啊哦。吼，希望咱会当坚持到第6题哦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花莲有真侪对世界来的铲子超人，因何来斗相共？你敢知影？倒一个唔是铲子的台语讲法的 ？A. 沙条 B. 啊。C M B 啦，好来，20秒时间，请选择。唔是的哦，唔是哦，已经唔是的哦。沙条啊，过咱的 M B。哦。会使甲讲啊，会使甲讲啊，会当讲。顶管会使甲讲。来 C C 啊 ，C C 嘛，所以是 C。好，已经唔是的。来，5、4，好停。来，停哦，徛好啊。是，已经唔是的啊，袂唔是的，已经唔是的哦，我哋讲唔是哦，哦，有可能唔是哦，是，所以讲你即马算的是。因啊吼，因为其实 B 我真正是B 我是真正就是无听过，所以我就是用删除的方法嘿，刷条看起来就是这个 MB 啦，因为我知影原本A 了产值就是 MB 啦嘛，嘿所以我就想讲，这个 MB 啦用法嘛是安尼甲刷安尼挑起来，所以我就感觉应该是 B，哦，好来。你想的是 MB 啦？我其实唔知影是啥，你唔知影是啥，所以就相信阮的队友啊。毋过我拄则看到因的表情，就知影因敢若看唔到题目啊。对啊。因为拄下上一直在讲，唔是哦，讲差不多3摆5摆啊。系啊，所以我看拄则毋是讲 MB 啦嘛是。这个产子的讲法，安尼可能就尽量唔对，我紧啦，我紧，好，家己无了解，无法度。你无安尼也无相信家己啊，无定着就是你啊，是啊，该拼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了，健开答案是。小米，麻烦咱有心律师要困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咱麻烦请落来。这个铲子吼，咱台语有足侪讲法啦。有的所在讲沙条，有的所在讲 MB 啦，嘛有所在讲土啊啦。土啊，嘿。哦，但是咧，啊唔是这种物件，啊是咩？啊是咱古早咧称物件哦，用迄个签啊哦，下骹有一个迄个要称的物件，迄个物件叫做啊。所以咱就句话讲四两啊无除，就是讲你咧称物件是你要甲迄个物件的重量扣掉嘛。
啊，你若尽量啊无地讲，你家己唔知你家偌重啦。是。所以即句话在讲迄个鱼啊，就是迄个物件啊，甲迄个甲山体完全无相关。哦，真好真好，你真正有甲题目看清楚。对啦，因可惜免紧张啦，20秒啊，对不对？不要紧，后抓还有机会哦。后回搁报名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咱一队。是。哦，新出来门票摕到啊。对。不过这届奖金偌济？哦，今仔日吗？嘿，他多是3万嘛，3万。啊，因第一回合2万嘛，所以他起哩就是5万块。破纪录，破纪录！5万。5万，目前为止上悬的5万。好，不过咱嘛来关心一下，阮的人队若他去的奖金袂偌济。哦，伊即嘛就是爱心一粒。哦，这上贵的，这上贵的。辛苦了，嘿，不过精神真好。真好，真好。吼，拢直接甲咱迄落啊斗老的啦，真好。是，好，啊那咱新队咧。啊，新队就是8车。哎，袂歹嘛，袂歹啊。啊，咱酒队咧。啊，酒队赶快爱心一粒。哎，不过会当讲是讲酒队啊。真正台语进步真济，袂歹啊！吼，听甲讲拢真正有进步啦，这是咱节目的目的啦。是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来，恭喜有队5万哦，5万哦。哎，不过5万咱是讲一下，不过唔知通啊摕倒去转去，咱就爱看后一个回合吧。啊，变一变。好，既然后一个回合，1秒，10支。1秒1000金，老店老卡金一边。好来，咱今晚奖金偌济？5万块啦，乡亲啊！5万块啦，现主是上悬的哦。哎，破纪录的，破纪录的。好，来5万块是有几秒？50秒。50秒对因来讲应该是够啊啦哈。买啦，阿姊，搁甲添10秒啦。啊，公平嘛，对，大家拢是10秒嘛，是啊，添10秒60秒哦。60秒。咱有几题，每一项拢会当答对无？对，干那4题尔。干那4题尔，所以讲咱来紧，看到了楼顶楼骹经一个就停。你只要讲楼顶还是楼骹讲出来，我就会停。是，啊，但是唔知摕偌济，我是唔知影。每一项拢啊，通啊讲答案咯，后壁通啊讲答案。好来，麻烦摆一排，第一位。空色是楼顶还是楼骹嘞？请看。好来，楼顶和楼骹。空色。哦，来紧嘞，哦。停，楼骹。停，来。你认为是楼骹？楼骹。头一组5万块，因会当摕偌济转去咧？看到了楼顶楼骹经一个就停。你只要讲楼顶还是楼骹讲出来，我就会停。是，啊，但是唔知摕偌济，我是唔知影。加油！每一项拢啊，通啊讲答案咯，后壁通啊讲答案。好来，麻烦摆一排，第一位，来，嘿，好来，要开始啊，第一题哦，上尾咱请出题。我嘛足紧张的，请问空色是楼顶还是楼骹嘞？请看。好来，楼顶和楼骹。空色。哦，来紧嘞哦，停，楼骹。停，来，你认为是楼骹？楼骹。是楼顶是啥物哈？啊别讲吼，那一个海气就拢全部海气安尼。哦，对啦5万就不，所以一定要想个斟酌哈。所以讲你的答案是楼骹。楼骹，好来，上个对唔对？正确。哦，不简单。好来，后一位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。味道是楼顶还是楼骹？切看。来楼顶和楼骹，知影就记得停。好，楼顶。你讲倒位？楼顶是啥？楼顶是羊甲豆啊，无就是味道。是，啊楼骹是磨刀。哦，那真厉害哈！这真正会分袂清楚哦。好，来上对唔对？正确。好，来后一位来，咱今晚看一秒数。啊，够49秒，哦，够厉害！制作人今日啊钱哦。哎呦！为今晚底下行来。卡真有好，来，后尾两位上恐怖，来哦，紧的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长尾山牛是楼顶还是楼骹？切看。好，来楼顶和楼骹，来长尾山牛，来紧。楼顶和楼骹，哦，来哦，时间哦，是哦，紧的哦，哦，42、41、43、39，停，哦，来，你讲的是楼骹，楼骹是，啊，楼顶是啥？
喜欢景致。台湾地质。哦，哎，雉鸡，哎，知影呢。哦哟嘿，你知影呢？你知影哦。好好的定定出现。哦，好好定定出现。伊好好咧침船来。滑咧。哎，庙公真正拢看会到。哎呦。是，不过答案我是唔知影。哎呦。答案对唔对？正确。看着秒数，够37秒，37000。有用这较济啦，因为你想。嘿啦。好，好来37。加油哦！37秒哦。加油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草稿是楼顶啊，是楼骹？哦，草稿楼顶啊，楼骹。楼顶啊，楼骹。草稿。停。停。哎，你若无，你若用唔着一个拢无呀咧。钱你爱出哦。楼骹。楼骹。你捌看过？面顶草莓啊嘛。哦，草莓啊。一开始。草稿。草稿滚。因为楼骹会安尼。哎，安尼是不是的一种啊？草稿滚。好，来，咱等对唔对？正确。来，乖，咱即马看着秒数啊。是。来，还有33秒，33000块啦。还佫加一张门票哦。嘿，100万的门票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起来去颁奖。颁奖，来，哎呦，33000。过来。第一道再一奖金。嘿啊，破纪录啊！破纪录啊！之前咱2万通块尔。是，不要紧，咱边啊吼无着的，咱嘛免嫌先啦，咱后季再过来就好啊。明年还佫有哦。嘿，明年若是佫有，无得扣啦，我是即马唔知影，100万嘛是伫遮等大家哦。嘿啊，凡说120万、130万、150万咱佫报名来参加就好啊啦吼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大声感谢罗光兴罗老师辛苦了，老师谢谢。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提报班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